準備好，你刪咗佢啦。好，先俾人哋睇一睇呢副牌係亂嘅 ，OK， 係亂嘅。跟住，而家我要玩嘅魔術咧，就係、心靈相通，即係我可以知道對方會揀咩牌，包括係黑色定係紅色，我係完全可以掌握到嘅。呢、個魔術唔係講笑㗎。嗱，首先我要揀一張紅色嘅，跟住我可以再揀一張黑色嘅。OK，so 而家我要請我嘅 friend 啦，就同我講你愛咩色。所以如果你講紅色咧，我就係真係紅色；你講黑色咧，我就係真係黑色嘅。OK， 嚟。黑色，紅色，黑色，黑，紅，跟住黑色，黑，紅，黑，紅，黑。紅色，黑色，紅，黑，黑色，紅，黑，黑色，黑，紅，黑，紅色，黑色，紅，黑啊！我開一張咯，係錯嘅咯，其實係專登嘅，即係因為咧我哋要改一改啦，咁樣太無聊啦，所以依家呢度接落嚟係紅色，呢度接落嚟係黑色 ，OK 冇 ？OK 啊，so 而家你講咯，你講咩色我就擠咯，你都繼續啊。講啦咩色咧？黑色，紅色，黑色，紅色，好正咯，咁樣真係好緊要正咯，不如由你嚟咯，我揸鏡頭咯啊，你嚟派咯你，啊你中意咩色你又派咯。搞掂，好 ，OK，咁我哋呢度我哋唔愛睇先咯，OK 冇？我哋睇呢度嘅準唔準先咯，好冇？到呢個就咁樣擠住先咯 ，OK， 擠住先咯，都係睇呢度嘅準唔準啊？係啦，紅色，紅色，紅色，黑色嘅你自己嚟咯 ，OK 冇理我揸鏡頭咯，黑色你自己嚟開咯嚟咯，啊你自己開咯黑色。啊，冇呃你嘅呢個萬試萬靈啊，真係自己嗰次都中啊！你睇啊，黑到晒㗎，紅色，搞掂㗎啦。